Hello，哦，美人喺直播位咧用，美人直播緊，我收到message咗，麦克恩恩晚上好。月光晚上好，我收到铃声啊，没人直播了。今天好热闹啊！下次可以开始了 ，Money Money Money。OK，done。月光哈 ，OK。I work a day to pay the bills I have to pay. I need sing, and still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a single penny fit for me. That's too bad. In my dream, I have a plan. If I got me a wealthy man, I would have to work at all. I would fool around and have a ball.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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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f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Money, money, money's always s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All the things I could do if I had a little money. It's a rich man's world. It's a rich man's world. A man like that is hard to find, but I can't get him off my mind. I'm insane. And if he happens to be free, I bet he won't fancy me. That's too bad. So I must leave. I have to go to Las Vegas or Monaco. And win a fortune in the game,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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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f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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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f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All the things I could do if I had a little money. It's a rich man's worl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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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f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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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s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All the things I could do if I had a little money. It's a rich man's world. It's a rich man's world. Money, money, money.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money. 11晚上好，月光晚上好，谢谢大家。今天很忙，应该都好忙，大家都好忙哈，各自忙各自的，谢谢大家。我放的跟昨天一样的题哦，因为有2首歌我昨天都没有唱到，我先唱吧，我怕等下我又忘记了。昨天我题目是放了，但是我没唱到。
You want the money and then 叫 money。问斜阳，你几生气？为何沉落？问斜阳，你看过多少悲欢离合？问斜阳，你为谁发光？为谁隐谋？问斜阳，为何断处？问斜阳，问斜阳，问斜阳，你能否停住？让光芒伴我孤独。问斜阳，问斜阳，问斜阳，你能否停住？让光芒伴我孤独。问斜阳，你有动而息，为谁忙碌？问斜阳，你早生落幕，为谁踌躇？问斜阳，麦克，晚上好，睡起来了。问斜阳，你来自自己，可曾留恋？问斜阳，你善良如此，谁能抓住？问斜阳，问斜阳，问斜阳，你能否停住？让光芒伴我孤独。问斜阳，问斜阳，问斜阳，你能否停住？让光芒伴我孤独。问斜阳，问斜阳，问斜阳，问斜阳。3场，现在至少我认识的有3场演唱会，同一个时间开播。谢谢大家。麦克睡觉还几个小时，2、3个小时吧，2个小时，刚发呀。用粒裝咪朦朦地啊嘛。月亮是一盏失眠的灯，静静地听着我的琴声。我唱着生活难以安稳，偶尔它疼得多进阴沉。我想你了，我想你了，是否收到我寄的信件？我多想要再见你一面，哪怕只是匆匆的一眼。人生短暂，一个人就足够此生相念。我想你了，我想你了，想起我们彼此的无言，何曾甘苦一共的昨天。我喊着你的名千万遍，遗憾我们都在这份爱里交了白笺。
掉的人就像夜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信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我想你了，我想你了，是否收到我寄的信件？我多想再见你一面，哪怕只是匆匆的一眼。人生短暂，一个人就足够此生相恋。我想你了，我想你了，想起我们闭的无言，何曾甘苦一共的昨天。我喊着你的名千万遍，遗憾我们都在这份爱里交了白卷。忘不掉的人就像夜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信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我想你了，海莱尔姆哈，昨天应该唱的歌漏了。And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now.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If the sky that we look upon should cr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And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Oh, stand now. Stand by me, stand by me。夜光晚上好。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now.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Whenever you're in trouble, won't you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Thank you. Stand by me.
無聊夢見到有緣，達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鬥志卻益止。誰人定我去和路，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兩手，向理想揮手。萬貴天幾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態活到老。我有我心底故事，親手寫上每段得失樂與悲夢兒。縱有創傷不退避，夢想有日達成，找到心底夢想的世界，終可見。瞓2粒鐘夠嘛？那個今日好忙啊！今日誰人冇試過猶豫？達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鬥志卻益止。誰人定我去華路，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兩手，向理想揮手。但佢境幾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態活到老。Welcome fire。我有我心底故事，親手寫上每段得失樂與悲夢兒。夢想有日不退避，夢想有日達成，找到心底夢想的世界，終可以。新朋友嗎？親手寫上每段得失樂與悲夢兒。對夢想的世界，終可見。哎呀，舞獅啊，練舞獅啊，那麼厲害。我以前有練過小學，小吳寶寶啊，小吳寶寶歡迎你。我以前是做狮尾吧，小学的时候，狮头太重了，我人太小就拿不起来。在哪里看到？Annie 的 place 我没有看到。我电脑慢，copy 一个东西都慢。小吴宝宝，你好，欢迎你啊，小吴宝宝。美人鱼，晚上好，我该看到你的钟了，我刚按你也按了，去忙你的吧。啊，大家都忙，我不进去打招呼了哈。看到龙公主舞蹈，不是舞狮吧？我看到练舞狮了，吓到我。练舞狮没上妆跳得棒，真的舞狮啊！公主，为什么公主没发给我看？
谢谢美人鱼，我知道，你开着直播你还可以过来，那么厉害。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一滴。一时曾经沧海，几时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遥遥看看进入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爱。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如梭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也应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小云晚上好。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一滴。一时曾经沧海，几时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爱。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如梭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也应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天天与你相对，小姨晚上好。对，夜光美人鱼还在吗？昨天我有说我要分享怎样做那个YouTube 那个 video AI 什么的，所以我稍微准备一点点那个视频啊。小鱼晚上好哈，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效果是怎样。我这准备了2个 video 了，我用 video 来看。
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样做。这个是说photo editing 啊 ，photo editing，photo editing，我看一下。OK， 我先跟你们分享，就是我怎样把这张照片简介啊，怎样简介这张照片。我是第一步，我是去 Google 嘛，对不对 ？Google 找了那个照片出来，这张是一张很老旧的照片，对不对？然后我就 print screen 啊，就是把那个屏幕打印下来，打印了下来过后，然后我就去那个电话里面，其实手机里面都有啊。OK， 我记得我的那个电话里面的那个 editing， 然后把它缩小是在，然后我看这边有看那个什么，我下次看一下，看不到，看那个框，然后那个大小，对不对？大小，然后可以调整，可以 AI 像素、AI 人像、AI 人像，我把它缩成我要的那张照片先，因为刚才我是从 YouTube 嘛，我就把它缩小，看。OK， 我缩到我要的时候啊，然后这张照片还是蒙的怎么办？然后这边还有东西要，旁边有那个，我指不到给你们看，这个旁边有那个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相机的那个照片，那个要把它擦掉哈，擦掉的话我们就用那个 AI 擦掉。AI 擦掉用这边有个 AI 擦掉哈，所以我把它擦掉了。擦掉过后，这张照片还是蒙的。蒙的话过后，我就用 AI 把它变成闪亮比较亮面的。所以用 AI 处理好，把那个旧的照片变成很亮面的照片。是不是比刚才好很多？然后我要加文字，我想加个文字。如果不够清我再 AI 再多第二次。那就很清了，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加一个框子，加个框给他。其实这些东西在手机里面都有了。我加了一个框给他，然后在 YouTube 我们要看那个比例的话都是打横的还是打直的？打直是96，打横是16:9，所以我们就按那个比例把它缩小，缩到我们要的比例，然后再存上来。然后我们可以再加文字，加文字就在旁边嘛。看到文字看到文字那边吗？文字那边，然后我就按那文字那边，然后再把文字打上去。打文字的话，我有3个选择，那边看得到吗？所以我打了张清芳，然后旁边可以把它拉大那个字，然后这些是那个字母的款式，气泡就是那个形状。就是把那个文字放在那个形状里面，形式就是看那个字体，你要 bold 还是要意大利的，还是然后那个编排是哪一个，都在电话里面可以找得到。洋洋晚上好。然后这就是那个气泡。这些在你们的手机里面都有了，但是我今天不加气泡，我只是刚刚直接打上那个字，三个字张清芳。然后我加个框子，
加个框框，然后我就这个照片就好了。然后一般上我就覆盖原图了，因为把之前那个还没整理好的原图直接放在里面上去。然后要重新命名，就把你的 file 写一个名字上去。所以我就写张清芳。那这个照片就完成了。完成的话，我就可以发给任何一个人在电话里面的那个程序啊。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东西，然后关掉。其实还有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还有一个比较复杂，就是在那个我怎样做我跟美人鱼在一起的那个照片。OK， 这是 YouTube 啊，我们一般上要讲上载 YouTube， 上载那个短片啊。短片我一般上我们一按进去 YouTube 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屏幕嘛。然后这边有 Short， 下面有一个 Short， 一个 Live， 还有一个 Post 我们每次放那个 Community Post。一鸣晚上好，so 还有一个 Video， 我们可以上载 Video 嘛，哈。所以我今天给你们看我怎样做那个，怎样上载我的东西哈。然后上面最高你看到一个星星的嘛，一个星星的形状，在红色。在 Add Sound 那边有个红色的哈，其实那个就是 AI 的效果。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我们上载的东西放 AI 效果的话，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 video 放上去先，就是 add 我的 video， 然后再按那个 AI 的效果。AI 效果的时候，它可能在 YouTube 里面它已经是有设定了那个command， so。那改天我再跟你们谈那个东西哈，所以我现在先做我的东西，我怎样把它上载我的 video， 上载我的 short 也好 ，video 也好。这是一个 short， 所以因为是打横的格式哈，所以你会看到最高那边还有一个 add sound，add sound 那个就是一般上他们讲我们可以把同样歌名的歌放在一起，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曝光率会比较高一点。如果没有放，也是同样可以上载。就是说，他们每次说的就是蹭一点流量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继续啊。所以我就在我的 app 那边呢，我有我自己的 gallery 嘛，我就加上去。OK。所以我就在我的 camera 里面，我就选到我的 video， 这张是我要的 video。选了过后，很快的，就是，太过快了。我选了进去过后，那个我最高说那个 S sound 那边哈 ，S sound 那边我就找我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我唱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我想一下，张清芳的那个张清芳，我还年轻应该是。所以这个是官方的音乐。我还年轻，对。然后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就找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去找官方 official music。So I'm still young, Stella Chang， 上面第一个就对了。所以我就按进去，然后再按那个横勾哈，进去了过后，再按这个蓝色的勾，按了过后我就进到这边了嘛。因为我已经选了，看到 I'm still young 在上面了。然后我要调整我的音响，因为现在我放了我自己的影片有一个音响。有我的歌，然后那个 YouTube 那边还有一个 I'm Still Young 的音乐2个，我是要撑它的流量，所以我就把那个喇叭旁边看到有那个喇叭哈 ，I'm Still Young 旁边有个喇叭，我就按那个喇叭。按那喇叭的时候，我会看到有2个可以调整声音的地方哈，所以我就把那个 official 的那个 music 把它调到最小，1%到2%，一般上我。这个在重复该做的东西哈，我还来不及剪辑。
So I'm still young， 我选了 I'm still young， 然后我直接。注意讲，你看到有2个声音啊，一个在180，是我第2个那个高飞旋律，我就通常会加180，加180就证明这首歌还有那个张清芳的音乐在里面。然后我就打字了，打字刚才你旁边看得到，可以打那个 F 文，所以我就打。我平常我每天打的张清芳什么什么，我还年轻。然后下面可以选择那个你要的怎样的情况啊 size， 然后 YouTube send 也是上面是注意。你要的这样的格式啊，这些都可以选，颜色也可以选，然后就按单，啊，稍微调一下，然后就按单，然后就可以上载了。还不定，难接受你的情，只好告诉你我。上载之后，然后我们就写题目啦。然后这个 visibility 就是每次我设的，如果你要公开就设公开，你不想公开你就设 unlisted 或是 private。然后后面下面还有一点东西要填的，就是稍微填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 related video，related video 我就找回我昨天唱歌那个 video 了，然后我就可以 put 上去了。put 上去过后就可以看到我的东西在上面了，啊，这个就没关系的这些东西。收入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明白不明白，但是有些太过快了。变成我的东西，我自己卡住了，现在。对啊，我现在好像自己卡住了，感觉上。给它跑一下哈。我自己的录音机好像卡住了。哦，卡住了，对不对？动不到了。Testing。网速问题吗？还是因为刚才没有活跃问题？我开个音乐吧，试一下。如果不行，我就关机再开过了。你们看到我的影像，看不到我的影像对吗？是卡住了。卡住我就